帅哥，你好啊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装什么装？哎，美女，这儿还有帅哥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搞什么？你对美女不感兴趣吗？哼，你要喜欢，你带回家呀。啊，拜托，人家喜欢的不是我，是你，好吗？司徒，我顾西城可不是什么女孩都喜欢。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对小嫂子真的动心了吧？我只是觉得她没那么讨厌吧。哟，这话说的，那是100%动心了。哎，你说她会不会喜欢上我啊？完了！一旦男人问到这个问题，就已经彻底沦陷了。他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拜托，你这个傻瓜，是女人都会喜欢你的。只要你肯哄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对你俯首帖耳、俯首称臣、唯命是从啊！真的？真的 ，Trust me， 我看好你。为他绅士的开门，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表示，女人绝对有能力自己开门，但她表现迟疑的时候，其实是期待男人的绅士风度。哦，当她烦恼时，做一个好的听众。烦恼之时，女性最需要男人的耳朵，而不是建议。有道理。男性的荷尔蒙对于女性有极大的吸引力。荷尔蒙。帮主，哎，锦溪和奶奶呢？啊，老夫人怕少夫人天天闷在家里无聊，带她逛街去了。逛街去了啊？你去把露露叫过来。啊，您稍等。奶奶，我们今天出去干什么呀？带你去买衣服去啊。买衣服？奶奶，我不缺衣服呀。嗨，你那些衣服啊，都登不了台面的。你现在啊，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了，出去那是代表着我们顾家的形象的。本来呢，应该带你到国外去定制这些衣服的，这不是时间太紧了吗？等以后再说。谢谢奶奶。哎呀，谢什么呀你？这是我们3个的秘密。少爷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万一老夫人知道了，老夫人那儿你别怕，有什么事我担着。露露，考验你的时刻来了，你要是搞砸了，我扣你奖金。哦，忙去吧。是。老夫人、少夫人回来了啊，帮叔。锦溪啊，我先回房间歇歇啊。露露啊，把少夫人东西啊送到房间里去啊。哦。今天啊，逛了好几个商场。哎呦，累坏了吧？哎呀，赶紧歇。露露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啊？你去忙吧，这些东西我自己拿就好了啊。露露，少爷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让少夫人拿这么多东西啊？没事儿，这些东西就是看着多，其实不重。我把它送上去，马上下来再拿一趟就可以了。那怎么能行啊？你作为下人要有眼力劲儿，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尊重少夫人吗？哎，顾市长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些东西真的不重。你别替他说话，我不严厉的批评他，他以后不会改正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露露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你不要再说她了。不行，必须惩罚，不惩罚她以后记不住。露露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月的奖金被扣除了。少爷，这
你说的嘛，你睡我也要说。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，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，你还想栽赃给我？明明就是你说的。刚刚方叔在的时候，他也听见了。求你别说了，你要是再说的话，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！顾西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少夫人，都是少爷让我这么做的。对不起，我给你拿上去。没事，真不懂。露露，我也要说，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，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，你还想栽赃给我？不是，刚刚方叔也在，你就是这么跟我。闭嘴！你要再说的话，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！顾西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苏妍希啊，苏妍希，你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呢？他可是贺锦熙的老公，记住。奶奶吃饭啦！哎，今天给我们做的什么粥啊？今天做的是五谷养生粥。五谷养生粥。少奶奶呀，为了做这个粥可不简单呐，光这材料就有10几种。哦，这么多材料啊！看着不错啊。这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。气味和而服之，以补益精气。真不愧是书香世家呀！一碗粥说的都这么头头是道的，那我得要好好尝尝。这个粥味道不错。好吃好吃。你以后可以多煮一点给奶奶喝。我会做的可多了。奶奶，以后你喜欢吃什么就跟我说，我全都做给你吃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奶奶，今天我想带锦溪出去走一走。好啊。不用了吧？那个，我觉得在家待着可好了，我还能照顾您呢。哎呀，不用，家里有方叔，还有那么多人照顾我，用不着你。自从你啊嫁进这个家门啊，你哪儿都没去过。正好，西城啊，带你出去好好玩玩。订好了没有？去哪儿啊？机票都买好了。哎，奶奶，这些事儿您就别管了，我们准备去山里自驾游，吃完饭我们就出发。哦，好，这就是你们年轻人说的那种说走就走的旅游吧？哎，对，一言不合我们就走。可要注意安全呐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听到了？哎，放心吧，我们都是大人了，是吧？哎，吃个烧饼。